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年的落雨季提早来结束。6月到11月降雨量创下到27年来的新低，一直到明年，恐惊拢会真欠水。这个气象局上新的预测，因为反盛性的现象，今年将会是一个大冷的寒天，尤其明年的1月到2月雨量偏少，请大家较欠啊用水咧。 规城市拢充满耶诞节的气氛，不过油源真大，也感受袂到寒天就要到啊。今年秋天的平均气温将近26度，不过雨量有够少。6月到11月平均的雨量无到1000毫米，是过去的6成，是27年来上少的一摆。接落来，搁要面对一年当中雨量上少的冬天，水库要增加水量实在真困难。目前反圣婴的情境来看呢，最强的反圣婴的时间可能是在今年底到明年初这段时间，到明年春天之后呢，才会慢慢的减缓。那它在减缓过程里面，其实对我们台湾的影响还是有可能会产生雨量偏少的这种情况。 今年因为反圣婴现象，会是大冷的冬天，12月气温会较温暖，到明年1、2月佫会变寒，会有寒流，雨量嘛是正常到偏少，尤其明年1、2月雨拢会较少，水量伤少，不过拜五佫会出现另外一波冷空气。 就在周末到下星期这段时间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和东部地区的低温大约是17度左右，其他各地则是19度左右。这礼拜6、礼拜气温会豆豆下降，剩无到20度，敢若佫较会使感受到冬天的气氛。